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2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腓利门书第1章第1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尾声。路得记的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一个家庭以利米勒呢跟他的太太拿俄米带着他们的2个儿子逃避饥荒到了摩押地，并且就在当地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家中的3个男人呢相继的去世。拿俄米和2个媳妇就忽然间变成了寡妇，生活就发生了困难。拿俄米是一位非常开朗的开明的人，他预备让2个媳妇就回娘家，以便改嫁。拿俄米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上帝公义的仆人，没有教条式受到文化的捆绑，并且事实上呢，他家里也没有更多的男人可以让他来执行犹太教的那种婚姻文化这样的传统。在对话当中，第一次媳妇俄尔巴跟小媳妇路德，他们都拒绝了婆婆的建议，他们都想要留下来。但是呢，第2次的时候，俄尔巴她就决定接受婆婆的建议，回娘家去了。只有路德他还是坚持留下来陪伴婆婆。他的告白非常的感人，路德这样说道：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被试，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拿俄米见路德坚决的要跟自己走，也就不再劝阻他了。路德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与呼召，因此他就跟拿俄米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坚定非常清楚的尾声。委身于基督成为外邦使徒的保罗，在被下在监狱的时候，得到了一位逃跑的奴隶阿尼西摩来服侍他。他原本是腓利门家中的奴隶。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谈到阿尼西摩的事，除了请安感谢之外，保罗其实他的原意是想将阿尼西摩留下来在自己的身边，可是又碍于阿尼西摩是属于腓利门的，就信仰角度来看，保罗不愿意占为己有。写信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腓利门自动的放弃阿尼西摩的所有权。保罗这样的写道：我对你的请求是为了阿尼西摩，你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做了他灵性上的父亲。从前他对你没什么用处，现在他对你对我都有用处。现在我送他回到你那里去，等于把我自己的心送去。我本来想留他在我身边，让他在我为福音坐牢的时候替你来侍候我。不过我希望一切都是出于你甘心乐意，而不是勉强。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都不愿意做。阿尼西摩暂时离开了你，也许是要使你永远的留着他。现在他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远高过于奴隶，因为他已经是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对我而言，他却是如此，何况是你。
因为你们既然有主仆的关系，又是主内的弟兄，所以你们要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你就接纳他回去，像接纳我一样。要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或者亏欠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好了。在这里亲笔写下，我保罗负责偿还。当然我用不着提醒你，你欠我的竟是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啊，为了主的缘故，让我向你求这个情，好解除我精神上的负担。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我深信你会听从我才写这封信。其实我知道你所做的会超过我的要求。同时请替我预备一个房间，我希望上帝会答应你们大家的祷告，让我回到你们那里去。保罗非常巧妙的言辞来要求腓利门将阿尼西摩让给他，让腓利门几乎是没有理由或是机会可以来推迟，并且呢，要学习乐意的将阿尼西摩送给保罗，还是要在家里呢为保罗预备一间房间，以便保罗访问的时候可以居住。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研读。恳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路德的委身以及决心，愿意跟随主的脚步，成为一位坚定的委身者，成为上帝赐福人的仆人，荣神益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